藏历木蛇新年联欢晚会由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百威啤酒、净焕新联合支持播出。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新的一年，来瓶百威，别和过去过不去了。撕开百威，去掉班味，让生活对味。虽然有的酒比几帮的事，这个新年一起退过去，尽焕新。举杯百威，尽焕新。2025藏历木蛇新年联欢晚会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西藏有限公司特约播映。移动爱家，让每个家庭更智慧、更温暖、更安全。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先生，俺家个公家的路上面都检查有没有，让个的警铃是打没有？俺那那啥了。对，给上立即些，给咱读起来玩了。那是。明白。好了。这多钱呢？这饭的3层灶呢，修不大，就给不啊。那是不了。哎呦，卡里街上你怎么被带上去街上了？当着啥去是？我在吃这个那会啥呗？好了，要不都是给说啊？我是多钱？中门俺那路。这是多钱？这是。小马，你上次做的那个面片太好吃了，是不是？那今天晚上继续给你们做面片。今晚是古豆呀。哦，和尚，来过来，怎么了？把这个给你妈妈。这是什么呀？这个呀叫春联儿。哦，叔叔，你能不能给我写一个呀？可以啊，你想写什么呀？我要好喝的、好吃的，游戏和 iPad 我也要。那我再送你一个横批吧。想得美。你说的。去吧。好。对呀，哎，老子不都是你让他这样子的。啊！老俺们了。他让个罗莎插进，罗莎没到俺这你一百，他叫我记得让罗莎红枣煮进去。那是俺们了。那就是中，别叫我啥，俺这小子也讲我啥，去参照着。等，这辈子嘛，俺这去哪去啊？那是。女的就这去啊，我去。第一层加西鲁茶，加西鲁茶的有一个准备。7、6、5、4、3、2、1。
广播电视台，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国贫穷隆起年轻烈公益，春到人间千家暖，福来佳节万民欢。亲爱的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2025藏历木蛇新年联欢晚会迎福而来，如春而至。此刻，我们在布达拉宫广场深情地给您拜年了！这是级别抗坚强的些，这是那么萨尔别总结我。33天别什么天节，第个你接了年度你是这样啊？去新之旅罗萨尔的娘子参照的早上会的，俺脆破张不得来趟前的过年了，那么萨尔别看的怎么休息日，天节罗萨这是的。福到高原，万紫千红迎新年。我们向全国各族人民，向全区各族人民，向驻藏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政法干警拜年。福满高原，万水千山庆团圆。在这里，我们向长期以来为西藏革命建设和繁荣发展做出贡献的老西藏们、原藏干部们和新西藏的建设者们拜年。福耀高远，万花锦瑟春满园。我们向旅居海外的爱国藏胞们拜年啦！福佑高原，万众一心，情相连。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向遭遇定日地震的亲人们送上最深切的问候，要向参与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的家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福泽高原，万千气象展新颜。过年了，一切都是新的，让我们穿上新衣，许下心愿，共同迎接自治区成立后的第60个春天，迎接扑面而来的扎西特勒，迎接我们的蛇来运转。南无萨婆夏索，这是你最上我，起起抓拉皮，
2024年对于很多追剧粉而言，可以说是特别幸福的一年啊！你看，春天呢可以漫步在上海繁花盛开的黄河路口，夏天呢可以徜徉在新疆阿勒泰的草原上，秋天呢再来日光之城的八廓街上晒晒太阳，可以说是好不惬意呢。一席说的好美呀！巧了不是？这几部剧我也有在追，尤其是《日光之城》。这是由湖南省委宣传部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设置的，这可是咱家乡的剧呀。是啊，我特爱其中的一句台词。哪句？热壶里倒出的甜茶是热的，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没错，这句话让多少网友破防啊！是的，前不久呢还传来了好消息，这部剧呢入选了中国电视剧金选，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表示祝贺。不光如此呢，在 CMG 第3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上，它更是斩获了年度优秀电视剧等4项殊荣。同时啊，这部剧的音乐总监何牧阳老师呢，还荣获了年度声音制作的荣誉。蛇年到，我们也沾沾喜庆，祝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像蓝天上的云，做一个追日的人，脚步不停，梦想不息，向光而行。苍马罗社长，大家还记得我吗？我是《日光之城》中的扎西医生。今天呢，我的阿佳被邀请去了参加葬晚。由我来照看一下我们的卓玛甜茶馆，欢迎大家。阿佳来了，扎西，阿佳，你刚刚在舞台上好棒啊！哎呀，不好意思啊，大家让你们久等了。罗社长，哎呀，刚才唱的太好了，你现在是明星，让我们等是我们的荣幸。哎呀，就。哥，你把我姐说的都不好意思了，咱们还吃骨兔吧？来，看看大家都能吃到什么。可惜呀，巴图天了、索朗、达真他们吃不到喽。那倒没事儿，他们现在正高兴着呢。我哥的日光之城商贸公司啊，现在是做大做强了，这好好生活网都邀请他们去上海领奖了呢。巴拉这会儿应该已经在外滩了吧？啊，对，咱们等等少杰吧。他肯定是空着肚子回来的。少杰刚刚发消息说呀，他今天要替新来的同事值班，守着消防安全呢，让咱们先吃。他呀，就是太爱八廓社区了。哎，他爱的可不只是八廓社区。大声嚷嚷的河呀，水少。咱们呀就赶紧吃骨兔吧。来。哎，王队长，不要藏碗。什么藏碗？你耍赖！我说不要藏碗。对，我爱看藏碗。我看看。我没藏什么。你们看。我不是等大家的吗？阿佳，歌望队吃出来的是辣椒，还真像。知道了，你吃到什么了？看看啊。哎，是羊毛。羊毛好啊，温柔善良。是我姐姐本尊无疑了。哎，你别光盯着我们的碗，你自己吃到什么了？我这是馅，是内圈馅。内圈馅，顾家好男人。那当然。哎，扎西，你吃到的是什么？我看看。盐巴。扎西，你是不是在家里不怎么干活呀？那没办法，谁让我摊上了一个好姐姐呢？扎西为了唱藏戏呀，可勤快了。还是我姐姐懂我。咱们要不看看他们的是什么吧？好，先看看姐夫的。我看看啊，是太阳。好兆头啊，寓意着新的一年蒸蒸日上。我看看达真的，哎，月亮。代表着吉祥。那我看看巴拉的吧，是桃子。哎，这寓意更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这个好。那你看看索浪的。Let's see。哎呀，怎么炸锅？二头。这应该不是我哥的，我哥的碗不长这个样子。我哥也不是什么刺头，他只是他的人生不想被别人给定义，他追寻他自己的光。
每个人的梦想都应该被支持和理解，对不对？对。那这应该是你的吧？那是你的？要不你给我吧？你人还怪好的嘞。您这边落墙看不已，他们这边这场戏不已。如今康儿点点吃枪题，人家公康上位张戏子。哎呀，亲爱的西藏的父老乡亲，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田海龙给大伙拜年了，罗萨扎西德来。田老师，哎，卓玛，怎么这么巧啊？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啊，你看我刚到西藏，一下就看到你了。多新鲜呐！啊，您各位不知道啊，他还没上飞机呢，就给我发了10多条微信，非得让我来接你。我那不是找你有大事儿吗？你能有什么大事儿啊？大事儿吗？大过年的事儿。这叫什么大事儿啊？那过年那不重要吗？重要。哎，2025藏历木蛇新年，保准让你大开眼界。哎呀，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还挺有面儿。哎，今年西藏才有面儿呢。啊，春晚西藏拉萨分会场就设在布达拉宫广场。哦，震撼8分钟，印象很深刻。尤其是起舞可太火了啊！哎，要不然你跟我一起活动活动，跳起来，感受一下怎么样？不是，这说跳就跳啊！说来，停，你别跳了，我这你让大伙儿看看，他跟个大狗熊一样。我当然没你跳的好了，咱们过年都忙活些什么？我都迫不及待了。行啊，快走吧，回家我还要做切妈五谷斗，祝福来年五谷丰登。哎，那我干点什么？你打扫庭院啊，没问题。我还要炸卡布塞铺新的卡垫。那我，你打扫卧房啊，有力气。全家人要一起吃骨肚。哎，那这回我，你打扫客房。我算明白了，你呀，不是请我来过年来了，你请我来当清洁工来了。怎么啦？你们都吃上了，我这还在这打扫客房啊？哎呦，到我家来了，干点活不愿意呀？哎呀，乐意呀，乐意呀！到了西藏，我带你吃好吃的呀。啊，吃什么？吃土巴。我不吃。怎么了？啊，我上班1年净吃土了，过年了还吃土啊？不是，什么呀？你说的嘛，吃土巴。土巴是藏式美食，味道好极了。啊，那我能吃。那我再请你吃帕扎马菇。趴着的蘑菇。有飞着的蘑菇吗？什么呀？有跑着的蘑菇吗？什么飞着的蘑菇呀？你说的吗？趴着蘑菇吗？这是一种面疙瘩，和上酥油，味道香甜。哎呀，这说的我都流口水了呀！哎，还有呢？还有什么？还有人参果。有孙悟空吗？孙悟空《西游记》呀？那就是有猪八戒。什么呀？人参果吗？那《西游记》里的呀。人参果是西藏特产，煮熟了拌上酥油和糖，咬一口，甜到你心里。哎呀，要不我说馋了都啊！还有呢？还有什么呀？还有甜茶、藏面、青稞酒、糌粑、灌肺、酥油茶。还有藏火锅、风干肉、奶渣包子，吃不饱啊！吃不饱，吃不脱啊！哎呦，你这么多好吃的，过年能吃得了吗？过年吃不了没有关系啊！啊，藏历1年吃不完，可以放到旺果节给你吃啊。那要是旺果节，那我要还吃不完呢？那就剩到沐浴节再给你吃。那我要还吃不完呢？那就剩到雪顿节再给你吃。那我要再吃不完，那就剩到仙女节再给你吃。我算明白了。到了他家呀，1年到头净吃剩的了是吗？不是啊，谁让我们西藏节日多呢？哦，这要是节日多就吃剩的，那我可算知道了。怎么了？他们这节可太多了。是啊，像什么亚龙文化节还有这个象雄文化节，是日喀则珠峰文化节，还有灵芝桃花节，纳曲赛马节，昌都康巴艺术节。哟，这节那节可多了去了，知道不少。那是啊，过一个节就给我发一回邀请，过一个节给我发一回邀请。好，这1年4季到西藏来玩，哎，天天都是节呀。当然啦，那可太好了。只有打扫干净家里，才能欢迎远方来的客人嘛。过去的1年，我们都在进行城市综合改造。是啊，你没有发现整个城市焕然一新吗？漂亮多了。而且去年8月份呢，天气正热呢，我参与的城市综合改造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那你可太辛苦了。哎，看到马路2旁崭新的路灯了吗？看见了呀，那是我亲手立起来的，漂亮。看到漂亮挺拔的航道树了吗？看见了，那是我亲手立起来的，厉害。看到远处高耸入云的雪山了吗？那是您亲手立起来的。
我哪有那本事啊？我要有那本事，我都成仙女了。反正你在我这儿早就是仙女了。少来！哎，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南山吗？啊，记得，陈佩斯的脑袋。那北山呢？葛优的脑袋呀。俩光头啊！你说的呀，南山北山光秃秃啊。那说的是以前。现在呀，通过无数植树人辛勤劳作，如今的南山北山绿意葱茏，生机盎然。哎呀，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呐！哎呀，咱们西藏的山变化可太大了。不光西藏的山变化大，西藏的河也是不遑多让啊。如今的拉萨河洁净如镜子。去年端午节，我们举办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牛皮筏龙舟赛，哇，那场面可谓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这都小品词儿。什么呀？我妈也参加了这次牛皮筏龙舟赛，不过只取得了第3名啊。我当时就在想啊，怎么没把你拽过来呢？我又不会划牛皮筏，但你会吹牛皮呀。哎，吹牛皮像话吗？哎，说起这拉萨河呀，这河上的桥也是一座连着一座。都有什么桥啊？有拉萨桥、银心桥、纳金桥、柳东桥、柳屋桥、桥一桥。什么叫桥一桥啊？这么多桥，你不得瞧一瞧吗？瞧是得瞧，可到了西藏来，先打卡的不得是布达拉宫吗？那当然了，这可是世界级文化遗产。哎，就说去年热播的纪录片《布达拉宫》，就详细的记录了这座雄伟的宫殿。啊，我知道，就那个里面的解说是胡歌配的音。但是，西藏可不光只有布达拉宫啊。那还去哪玩啊？远了不说，咱们就说纳木错湖波光粼粼，你不得看一看？得看。八廓老街游人如织，你不得逛一逛？得逛啊。罗布林卡历史悠久，你不得玩一玩？得玩。公共厕所干净卫生，你不得去一去？得去。哎，我去那儿干嘛呀？不是，玩了一整天了，你不放松放松啊？那都不用你安排。哎，玩完了我安排啊。站在南山公园向远处眺望，是哇，拉萨的美景尽收眼底呀。有体育公园、文化公园、河坝林公园、宗教路康公园。哎，你看，是有的人跳锅庄舞，有的人打太极。哎呀，真是好不欢乐呀！哎呀，这真是一个大写的幸福啊！可不是嘛，不都说了吗？来到西藏一路向上，这里的人们追逐美好，心地善良、敞亮。还有市民们在现代图书馆里阅读千年西藏，真棒！还有呢，还有京剧藏戏《文成公主》这个我知道。怎么了？不同的艺术完美融合，碰撞出精彩的火花。是啊，就说古老的拉孜舞步和爱尔兰踢踏舞相融，让时间与空间交融。我知道你喜欢踢踏舞，我之前还学过半年多呢。那后来怎么不学了？鞋都摔飞了。嗨，那你可以参加其他的活动啊。那还有什么？那太多了，有足球赛、篮球赛、康篮球赛、马拉松赛，还有国际斯诺克邀请赛。哎呦，这么多活动，我这待1年我都看不完呐。那就一直待着呗，反正我在西藏等你。你这么说，我都不想走了。那就留下来呀。留下来啊！留下来！你得给我帮个忙。什么忙啊？你得帮我介绍一个西藏的女朋友。啊？哼，好啊，正好我们家朵 K 单着呢。朵 K 是你妹妹？是我养的藏獒。哼！卓玛，你别走啊！我喜欢你的那藏獒，不是，我喜欢你。
유도 자자 슈바 강가라 괴보 다샤 보시라 모시 샤투라 비쇼 슈슈슈슈슈슈슈 벨렌잠베 시큐라 사와 리게르베 인도라 유도 이기 좋아라 사바 샵시라 비쇼 슈슈슈슈슈슈슈旧曲寒筝，福瑞弥声。古老的歌谣唱出的是来自于时光深处最浓郁的祝福。是啊，这让我想起了那句“家中有老如有宝，膝下有小欢乐绕”。随着我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民生实事不折不扣落到实处，是坚实地托起了一老一幼稳稳的幸福。是的，亲爱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在晚会的现场迎来藏晚历史上最大的年龄差。那么到底有多大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 VCR。我啦也想回去啊，这天俺子差不多2-3年就给我做的。你继续过来。大家好，我叫拉珍，是一个90后创业者。这位是我的爷爷，他今年已经102岁了，他叫桑丹爷爷。这2个是我的儿子和侄女，不尼亚拉什。他们俩是我们家第4代，然后我家侄女跟爷爷，相差已经100岁。我老家的居民了，这些经历的忙着聚集，让同学问一呗，这些长嘛，年龄在那儿，从不这。开动到北京的，你们的啥中国的东，他都是看过他。要学去讲中。我啦有多个亲多对啊，你们大妈这个多对啊。
지도님이 가라. 니안나면 좀 가다고 나시 이나. 매자 참아 가다고 용패. 몰라. 몰라라 니마 지도님배가 디나로로 레고조 가르쳐 오르베. 그냥 레고조지 심지 셈버디야다 출대야다 뒤쪽을 강포스 배를 이어말을 아네. 심지 따서를 아 셈버다다 쇼서를 언데를 아 디네야 근데 몰라. 디네야 나다 콘디스다 띠우 아 디타딘 나다 공을 하지 쇼를 뒤에서 장구쇼입니다. 다 쇼를 몰라라 대서가 그래 몰라라 얘가. 그래서 이게 공어지 저요 가셔가지고 비기나를 딴나시 간 걸로 딱 강부 수네 강부 수도 강부 반대 수수서 애써서지죠. 니만 내수 저부터 전주 좀 집어서도 왜? 집어서기가 쌤도가 딱 그지 말이고 다 단능 안 주딩사 카페도 님버드게세 님을 준주물제 기부제 돼야 동아. 또. 딱 그야 말이고. 예. 다니만 진짜 돼야 여마라서. 다 양우리가 기부도 기고구리. 보라. 땅안 주시시 로도다. 조수지래 좋아. 감 십주생에나 레그리 보라. 니마 보라 kinso lesne 주주부터 근처 스토그래. 다 태그당 이제 도래. 진짜 님이 저래 여마를. 아네 다 딩사 감 십주나 레다. 조금 십지래. 리리 보라.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姐姐，这位是我的姐夫，他是湖南人。我们是在网上认识，这个叫缘分，真的是缘分。我爷爷是经常跟我说，人可以的话，人老实正直的话，他说汉族跟藏族没有什么区别。感谢我老婆给我生了个漂亮的女儿，还有一个马上也要出生了。OK 吗？扎死嘞！자식들의 표정서 아무 바로 꼭은 땐도 때와 타와 쇼트에서 들려야가 띠용조. 大桑，每次来到西藏啊，我都觉得咱们藏族朋友太能歌善舞了，无处不欢歌，无处不热舞。没错，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很多都离不开歌舞。您看啊，像我们打墙的时候有打墙歌，放牧的时候呢有牧歌，像揉皮子的时候呢又有关于揉皮子的舞蹈。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歌舞。的确是这样，像洗衣服还有洗衣歌呢。没错，洗衣歌真的是太经典了，上过咱们春晚呢。特别是在这里听到洗衣歌，感情真的不一样。这样经典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我们仿佛可以看到老一辈西藏的建设者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身影，看到民族团结一家亲，军民鱼水情。当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新一代的西藏的建设者们也正在用自己的奋斗，为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借着一组经典老歌去回味那段流金岁月吧。현재 올라서 자식들의
太阳霞光万丈，雄鹰啊，展翅飞翔。高原春光无限好，江
当吉祥的白云飘过蓝天喽，天空再也没有这日的云雾喽。当吉祥的清泉流过大地喽，大地再也没有荆棘的黄河喽。也没有心灵的尘埃喽。터지. 야, 너만 렌즈에서 다 모두 이제 세무 가르치니 주거든. 가리 이내 주는 거지 봐. 그래서 다 드링 안 저기 전적 그 접종 거를 더도 군대기 미리카기 가서 저거 좀 망보지 배도가 하나 저 깨지시. 노사 자식들이. 그래서 티라다 세무 가르치니 줘도. 정말 노사 자식들이 도공아 나치고 인처럼 따고 도사정 자식들이 너와 쭈쭈치 정말 때문에 따고 어야 정말로 나와 쭈쭈 제슈 아소거래 러세 더지 티란 세무 가르치니 주거나 听不见罗萨扎西的嘞，俺斜塔下去了，嘎巴鱼。啊，那是斜下着你不有事的，但顶当大要不然是瓦林家做，日过那罗那那是提拉卡林家鱼呢。长马罗萨这些的嘞，你这人罗餐大也嘎不有。那是这里来这了你不有事的，那是日过那罗那多是。大家好，我叫郑安阳，是中组部教育部第10批援藏干部，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现在在西藏大学工作。谢谢，欢迎您，欢迎您。我在短视频上看到过你，你就是那位新疆小伙。是的，老师，让你认出来了。认出来了。我叫阿布都乌波尔热河曼。维语拜年的话怎么说呢？一等了个马的过孙。啊，人家是天孙哎。新年快乐！谢谢。我叫龚怀雪，我来自四川泸州，是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五官科的一名护士。我来到西藏8年了。平时呢，我在工作中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患者，我向藏族同事学习了很多的藏语。在学习藏语的这个过程中，我对西藏的感情更深厚了。确实是这样啊，为大伙儿点赞。你是在哪里做生意啊？我在安多县多玛乡。哦，俺能拿去给咱们家做鱼的。阿拉把那车子的。阿拉把那车子。我开始说的。老三次说你生日过。我送说你。哦。我玩手机的时候，看到了援藏干部生活互帮互助，感情不是变得更亲深了吗？是的，我们援藏干部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热爱西藏、学习西藏、服务西藏、感恩西藏。我们感恩高原，它教给我们革命理想高于天；我们感恩草原，它养育了新西藏民族一家亲。我们56个民族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高原上的儿女就像糌粑一样越团越紧，我们谁也离不开谁。谢谢，再次感谢大家来到我们晚会现场，也祝大家新年快乐！罗萨，谢谢嘞。
晴朗的天空照大地，我看太阳升起。轻轻的河水流啊，白云已远走。晴朗的天空照大地，我看太阳升起。富饶的土地啊，花香飘万里。微风吹拂着大地，烦恼已过去。深深地爱着你呀，美丽的土地，一代一代的人们生活在这里。富饶的土地呀，花香飘万里。微风吹拂着大地，烦恼已过去。美丽的家乡，我爱你，花香飘万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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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刻，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研究部署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第一时间赶到震区，现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把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温暖送到灾区群众中。全区党政军警民齐心协力，推动抗震救灾工作科学有序进行。那一刻，我们看到了中国力量、中国速度、中国温度，我们更读懂了家和家人的含义。
那一刻，伟大的祖国就是坚强的后盾变得更加具象化。那一刻，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变得更加深入人心。我想，我们都不会忘了那一刻，不止于那一刻的揪心，更在于那一刻后的暖心。请让我为你点亮一盏灯，照亮这无眠的寒夜。收拾一下悲伤的心情吧，安抚一下老人，亲吻一下孩子，告诉他们，新的一天，太阳还会从东方升起。请让我为你点亮一盏灯，照亮这脚下的泥泞。拍掉衣服上的尘灰吧，听听河岸边的风声。这个春天，格桑花还会在雪山下盛开。请让我为你点亮一盏灯，照亮青稞或牛羊。赶快行动起来吧！栅栏坏了就及时修补，房屋塌了就重新修建。即使面对的是一片废墟，你一定能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请让我为你点亮一盏灯，照亮着通往未来的路。勇敢地向前走吧，我的亲人。在你的身后站着我，站着他，站着14亿的同胞，站着960多万平方公里的祖国。那一刻，我听见了一位巨人饱含深情的呼唤。那一刻，我看见了一颗红心凝聚赤诚的中国心。那一刻，我躺在母亲的怀抱，怀抱我高高举起。那一刻，我感受人间的大爱，这是母亲双手托起的生命，这是祖国高高托起的希望。那一刻，我看见了四面八方兄弟姐妹的问候。那一刻，我感受了一个幸福、温暖、和谐的家园。那一刻，我看到湛蓝的天空，享受无比温暖的爱。那一刻，我依偎祖国的怀抱，这是祖国高高
方有难，八方支援。地震发生后，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有一组数字刷爆网络。震后10分钟，救援飞机就出现在了灾区的上空，不到30分钟，救援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当天，通电通暖的安置板房就以每间9分钟的速度拔地而起。当晚，受灾群众吃上了热乎乎的饭菜。世界屋脊上的中国速度和温度，帮助受灾群众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也有太多的人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温暖。今晚导演组邀请了几位在互联网上令我们动容的朋友，让我们满怀敬意的正式认识一下他们，请各位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叫汪金次仁，来自定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大家好，我是定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我叫伦珠。大家好，我是定日县长所乡嘎达村驻村第一书记吴其徐。大家好，我是陈丽。大家好，我是定日县回族参议记者，我叫马仁。大家好，我是定日县长所乡古荣村乡村振兴专干丹增。大家好，我是定日县长所乡古荣村村党支部书记，我叫次仁平族。大家好，我是丹增拉姆，是丹增布置的母亲。大家好，我叫丹增布置。我是长所乡沈嘎村。好孩子今年多大了？13岁。哦，13岁了，大姑娘了。大家好，我是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排长谭玉芝。我知道现在你们姐俩在网络上都有亲切的网名，大家很亲切地把你称之为是迷彩姐姐，把我们的小丹增称之为是拉钩女孩，是不是？你们俩之间的缘分跟大家介绍介绍。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在1月8号分发物资的时候，分发物资的同时，其他的小朋友都很活泼，只有这个妹妹很安静地站在队列里面。然后她站在我的面前跟我说：“姐姐你好。”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第2次见面是在1月10号的晚上，在这期间，她在安置点只要看见穿迷彩的军人，她都要问上一句：“有没有看见一个穿迷彩的姐姐？”然后她还把我们炊事班班长的电话打到欠费。其实1月10号的时候，工作完已经很晚了。我当时想着，不行，这个妹妹我今天一定要跟她见上面，因为她那天给我打了13个电话，我承诺她一定要见面，所以那是我们的第2次见面。第2次见面就有了拉钩的约定了。好孩子，能告诉我们你们拉钩的约定是什么吗？我到初中的时候，姐姐来看我。我想当军人。你为什么想当军人？可以告诉我们吗？要帮助别人，像姐姐一样勇敢。哦，今天小丹增也带来了一份祝福，是吗？来，拿出来吧。祝你们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扎西德勒。谢谢小丹增最真诚的祝福。无论是过年还是过关，无论是过冬还是过坎儿，56个民族就像石榴籽儿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生活在祖国温暖的大家庭里，没有什么不能战胜的困难。此时此刻，让我们共同祈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的朋友们，那么这是我主持的藏晚当中啊最没有班味儿的一届。你看，我们可以边工作还可以边吃东西呢。哎，别吃了，已经吃上了。前面以为这是道具，真的没吃。那赶紧尝一下。对，朋友们看他这松弛感也是没谁了呀。过年了，多吃点。这松弛的不仅有我们哈，还有我们的游客们。是的，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乘着总台冲往拉萨峰会场的这股春风，来西藏旅游的游客持续上升。春节假期全区总接待游客，猜是多少？238.12万人次，同比增长16.56%。点赞，值得点个赞哈！你看，今天我们一共有7位主持人，身着七世地美丽的服装。是的，哎，我有一个建议哈，就是我们7个人1人1句话来推荐一下我们自己喜欢的地方，怎么样？谁先来？要不我先来呢？好，大家看我这一身装扮啊，应该能看得出来，我是个地地道道的拉萨姑娘。欢迎全国的朋友来到我们拉萨旅游。好，拉萨古城着新装，日光暖照，韵悠长。好。那接下来由我来说吧。好，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昌都姑娘，所以借此机会，我也想推荐一下我的家乡。我的这个推荐词里不仅有昌都的美景，还有今年的生肖。听好了哈。昌都峻岭银蛇舞，然乌滨湖幻梦乡。哎，说得好，好。那接下来是下面我来。好，大家欢迎来我美丽的家乡那曲。我想说的是，那曲羌塘万里阔，胜向天门木霞光。哎，我感觉好像自己已经到了那曲一样。其实咱们大伙儿都看得到啊，我今天的这身装扮呢，就是阿里地区的装扮。我个人呢也是非常的喜欢阿里地区，我感觉我粗犷的性格就跟阿里地区非常的像，所以我今天要说的是，阿里雄山披皓雨，玉壶凝碧映苍穹，怎么样？哎，真棒！给你点赞。阿里的粗犷和豪放啊，是的。那我的性格啊，正好和达桑相反，我的心里装的可是满满的柔情，所以我想推荐的是七世地里唯一的姑娘。哎，等一下，这个城市怎么还分男女？那你看，听好了，哎，来了，林之雾凇，天俊俏，墨脱暖冬，绽芬芳。真是太柔情了。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城市——藏原山南。不瞒各位，我这新年里许下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能够去羊卓雍措看看那片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绝美的南。都说山南南湖冰出所，恰似仙灵落山旁。好美啊！太棒了。那我也不装了啊，我摊牌了。如果说论辞藻的华丽程度，我可能比不过大家，但是论高度啊，你们每个人都不及我。不用开玩笑啊！我作为日喀则的孩子，作为西藏人，那我想说的是，日喀则珠峰凝望，沧海桑田。新西藏，怎么样？真有高度。等一下，我感觉我们在写诗句一样。是1、2、3、4、5、6，这7个人，这诗句不都8句吗？还差一个。那我就再加一句话，让咱们的话语成诗。好，旅游胜地诗中寻，七世风光入画囊。好，圆满了。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欢迎4方游客、8方宾朋来。大美西藏。南迦巴瓦峰我刚刚去过，啊，看看这里面有什么，好美的，有一朵小花，是不是可以别在鬓角？要有在鬓角别一朵小花的这种心情。哇，好漂亮的一张卡片，上面是珠穆朗玛峰，这么漂亮的太阳，让我们相约一起去晒太阳。布达拉宫致亲爱的你，好美啊！亲爱的你，亲爱的你，亲爱的你，我想和你一起去西藏。我想和你一起去西藏，有1万个理由，或者只因为那里是西藏，纯净的空气，纯净的笑容，
沉静的心灵，体会人与人之间的包容与圆满。一起晒晒太阳，喝杯甜茶，就这么静静地看古城的颜色。去看万马奔腾的草原，看快乐的小牦牛在打闹。你看，山上下雪了，几曲河上飞来吉祥的鸟，感受沧海桑田，一眼万年。夜幕降临，俯瞰这座壮观的高原，夜色真的太美了。愿世间的一切美好与你在旅途中相见。亲爱的你，我想和你一起去西藏。就现在，出发吧！一路奔跑，一路向上。想要寻一片海，可能在云端之外。决定走一条路，也许是生命的礼物。远方你在哪里？呼吸在风的耳底。麦子等在这里，心却飘向蓝的天际。听晚来指引，在路上与心灵相遇。看旷野无际，在路上找回自己。想要一次出发，启程去问候群山。就这一路向上，拥抱阳光的温暖。趟过拉山掠过，奔跑在云的怀里。鸭绿江波流过，祝福留在你的心里。想要寻一片海，可能在云端之外。哇塞，哇塞，哇塞！这里就是拉萨的甜茶馆啦！大姐，给我来一个阿姆。阿姆，骆驼没有？不是骆驼，我要的是那个茶阿姆。甜茶啊，对。哎呦，好，
好，我去拿，你坐。哎，好。哎呀，阿母，哎呀，来，这个叫强阿母，不叫阿母。强阿母。对。哦，托歉啦。这个说得好。哎，老板，多少钱？25。哎，28。好嘞。老板，我手机忘带了，身上没现金，怎么办呢？没事，你下次来的时候给就行了。下次啊？哎呦，下次给不了，我是过来旅游的，明天就走。那下次来西藏的时候给也一样。这样更不行。要不，老板，我现在去拿手机，一会儿过来付钱，可以吗？这样也可以。谢谢。没事。啊，老板，我肯定会回来的，好，你要等我哟。相信。不是，大姐呀，你这么容易相信别人，他要是不来呢？他不是说下次来吗？肯定会来。万一要是不来呢？大姐，你看一看啊，你这个做的是小本生意，钱是一点一点挣的，多辛苦啊！哎呦，在我们这里呀，这种事常有。常有？那你不是亏大了吗？我是说，常有人忘带钱，但是下次来的时候都会补上的啊。哦。哎，不对呀，大姐，来，我跟你讲啊，哎呦，这做生意他是要讲规矩的，不能太讲情面啦。讲那么多规矩干什么呀？看情况办事嘛。不是，大姐，他这个你要吃点什么？我要吃这个普渡藏面啊，对，好，你等着啊。哎，好，大姐。哎呀，这个大姐呀，我还是第一次见人这么做生意的。哎呀，热腾腾的藏面来啦！来，大姐，我自己小心来呀！哎呀，怎么办嘛？没烫着吧？没事了。哎呀，来，用这个擦擦。哎，好。哎呦，大姐呀，我再去拿一碗啊！哎，好。哎，大姐，锅巴马搓，没事。哎呀，你看看我这个人呐，就是笨手笨脚的呀。哎呀，这点小事情都办不好。来。哦，大姐，哎呦，这里。好，烫，小心啊。好。哎，哦，大姐，算一下多少钱呢？哎呦，不用那么着急，你走的时候算嘛。不行嘛，我的规矩就是先给钱再吃面嘛。哦，那1碗面8块，1磅甜茶6块，一共14。不对，是2碗面1磅甜茶。不对，1碗打饭你没吃上算了。哎呀，1碗面它就是1碗面的钱，2碗面就是2碗面的钱。你不能把1碗面的钱说成是2碗面的钱，也不能把2碗面的钱说成是1碗面的钱吗？哎呦，你没吃上啊！那有没有吃上那是我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我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你不能把你的事情说成是我的事情，也不能把我的事情说成是你的事情吗？那是你的事情还是我的事情？当然是我的事情啦。多少钱？22。对了吗？哎呀，这个大姐呀，大姐，给您扫过去啦。好，谢谢。你是来旅游的吧？是啊，你是怎么看出来的？现在呀，西藏的旅游景点全部都是免费开放，都游西藏的人越来越多，我一看就知道。我就是来西藏散散心啦。烦心事，这你也看出来啦？来对啦！我们西藏有个俗话，有烦心事就到西藏来。一看到蓝天白云，那些烦心事一下子就没有了。
这是你们西藏的俗话。对对。大姐，不瞒您说啊，我来到西藏啊，看见蓝天白云，心情一下子就开心啦。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这些生意上的烦心事，它又跑出来啦。生意上的，我们西藏还有句俗话啊，有生意上的烦心事，就去看南迦巴瓦。一看到雪山，心情一下子就开心啦。这也是你们西藏的俗话？对对。哎呀，南迦巴瓦我去看过了，这雄伟的雪山呐，一下子就让我的心情很哇塞啦。烦恼没了吧？可兄弟之间的烦心事，它也跑出来啦。我们西藏还有句俗话，还有了兄弟之间的烦心事，就去看纳木错。纳木错我去看过了，但是这些烦心事啊，它就是忘不掉吗？我们西藏还有句俗话，这个肯定救得了你。羊胡，这是我的词儿，你怎么知道的？您就差羊胡没说啦。哦，哎，不过大姐呀，你这些西藏的俗话呀，真是越编越有趣啦。我就是想让你开心开心。我现在很开心啦，我的心情非常的哇塞啦。真的？真的。哎呦，说的我嗓子都疼了。哎呀，啊，对了，大姐，我这些烦心事可不可以和你讲一讲啊？可以。可以吗？来，您坐下，您坐下。好。这个事情啊，其实它是这个样子的。我有一个很好的兄弟，很铁的那种，20多年的交情了。我有我的公司，他也有他的公司。去年我们2个一起合伙做了笔生意，也签了合同，但是他这个人就不按合同去履行啦。我们之间的友谊啊，就产生了危机，我就很不开心啦。那是他的不对，对吧？那对你的公司损失大吗？损失倒是谈不上了，但是我是一个特别讲规矩的人。你既然签了合同，就要去履行，对吧？那也许人家有人家的难处呢。难处？对。他确实是有难处啊，但是这年头谁还没点难处嘛？你看看，这个就是你不对啦。你们既然是多年的好朋友，你就应该多体谅人家吧。哎呀，大姐，我去体谅他，那谁来体谅我嘛？又来了。大姐，这件事情啊，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们都是生意人，要按照商业规矩来办事。这1就是1，2就是2，你不能把1说成了2，也不能把2说成了1，更不能说成3嘛。哎呦，要是我的话，朋友放在第1，生意放在第2。哎呀，大姐，怎么跟你就讲不明白呢？你这个人还是太善良了。有人跟我说过，太善良的人是做不好生意的。但是也有人对我说，做一个善良的人才能把生意做好。这是哪个名人讲啊？我阿妈。你阿妈？老板。不是。老板，我来了。还真回来了。来，28。给您扫过去了，谢谢。哎呦，应该是我谢谢您才对，我们又不认识，您还这么信任我，太感谢您了。没事。哎呀，我差点忘了，藏历新年快到了，我按照我们藏族人的习俗，给2位敬个切妈。切妈，来，这个我知道。藏族人家里来了客人都要吃这个，对，而且吃这个的时候还要说扎西德勒盆松措。扎西德勒凭什么错？盆松措。不是谁的错呀？我的错。哎呦，你看看这个大姐真是太逗了。来，继续喝青稞酒。哎呦，这个我也知道。老板，我知道你们还有一个习俗，敬青稞酒的时候一定要唱酒歌，
唱就唱，来，敬你一杯敬喝酒，远方的好朋友，祝福一生扎西德勒，印在了你的心里。巴扎嘿，多少钱？没这个词儿。不是啊，大姐，我是说前面这几项服务一共多少钱？什么服务？哦，你给我们敬切马，还有青稞酒，还给我们唱了酒歌。哎呦，这些不收钱。怎么可以不收钱呢？大姐，你看一看啊，这个文化是最值钱的。还有这个青稞酒也是你们的特产，也很值钱。你还给我们唱了酒歌，提供了情绪价值，让我们很哇塞。怎么可以不收钱呢？哎呦，这个不哇塞，这个不哇塞。大姐，这你们是远方来的亲人，我们用我们的礼节欢迎你们。如果礼节收钱了，那不哇塞了。哎呀，大姐，怎么就跟你讲不明白呢？这个礼节是礼节，规矩那就是规矩吗？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人心暖了，生意自然来喽。哎呦，人心暖了，生意自然就来了。对，老板，我太喜欢您这里的氛围了。来，老板，其实我是做投资的，我想问一下，要是我在您这里投资，把茶馆扩大，您愿意吗？投资啊？你不是开玩笑的吧？哎呦，我可是认真的。这次的东游西藏，您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什么是善良热情。有您这么真诚待人的老板，我相信这里的生意肯定会越做越好。大姐，幸福是不是来得太突然啦？哎呀，大姐，我听他们说拉萨是一个充满幸福感的城市。这次我东游西藏啊，才明白什么叫做幸福感。对，大姐，下次我带上我的好兄弟还来您这里。欢迎。下次呀，我可就要常来西藏了。欢迎。那我们在这里向全国人民拜个年怎么样？好啊。来，我们在这里向全国人民拜年了，祝大家吉祥如意，扎西德勒。2024年，我们一起走过了春夏秋冬，一道经历了风雨彩虹，总会有光照亮我们平凡的岁月。我们把这束光称为榜样，愿这束光能够照亮更多的人。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晚会的现场也是有几位好人代表和我们一起过年，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在我身旁的这一位呢，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获得者尼玛次仁。新年好，欢迎你。第4届全国道德模范获得者尼玛潘多。参加洛萨扎西德勒。2017年度中国好人杨洪波。大家新年好。2023年度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四望德吉。大家好，我是粗望德吉，我祝所有小朋友们过年好，洛萨扎西德勒。那么在这里呢，也请尼玛次仁代表我们其他的3位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拜个年。大家好，愿每一位心怀善念、坚守道德的人们都能拥有更加温暖的春天。恭祝全区各族人民新年快乐，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扎西德勒，扎西德勒，说得太好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了不起，在日光慷慨的西藏，我们既是光的追随者，也是光的传播者。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让我们为每一个了不起的你点赞。落地能了，大家们的车忙不起，那车过车完了。
마음 발른 거래人们的 사버서 심슈 참여요。 从去年9月份开张到现在，生意一直还是挺稳定的。然后我去年是在这个西藏味道美食大赛荣获了铜奖，我非常开心。俺这有家的家呢，老习着我的了，他这老出去了别来说了，把没练的手段啊，老穷的亲戚的东家家乡的是这样啊的，老习着的的开完没那样啊的，但什么就了，他老松这起嘛，我这样只穷的亲的没有什么我这我这亲的多了。孕育了小生命，虽然过程比较艰辛，但是看到宝宝健健康康的，一切辛苦都挺值得的。我们给他取名叫丹增梅朗，就是希望他所愿皆所成。现在感到头晕啊，那样奇迹走个喏，那在你面前没见了那样奇迹个样喏，咱两个多三年，你无解中间呢，成功给咱三年没得喏，奇迹个战斗就只能晓得，该为了卡里里你讲把劲，日子咱拖那样。Cindy Lassa姐姐个真的就见了有的。
此时此刻，我们身处布达拉宫广场，感受到的是浓浓的年味儿和迎春的气息。我发现啊，今天晚上的拉萨夜色非常美，动人心弦。哎，周山啊，你要说这个拉萨的夜色呢，我就不得不感慨一下了。其实参加工作这么多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012年的时候，我去下乡采风。那个时候呢，很多地方都不叫市，叫做地区，而且短短12年，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只要一旦到了夜晚之后，我们西藏的各个地方都会灯火通明。其实，如果此时此刻我们从太空俯瞰西藏，它绝对是这颗蓝色星球上绽放的雪莲花。是啊，这些路灯照亮的不仅仅是路，也是很多人的生活。哎，达桑，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咱们拉萨城里是新换了一批路灯？这些路灯不仅美化了城市，也让深夜回家的人多了一份温暖。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灯火，也正是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哎，周莎，你说的真好。其实像你一样喜欢拉萨夜色的人还有很多，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位，请欣赏歌曲《我爱拉萨》。每个家庭更智慧、更温暖、更安全。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新的一年，来瓶百威，别和过去过不去了。撕开百威，去掉班味，让生活对味。虽然有的就自己帮的事。这个新年，一起退过去，尽换新。举杯百威，尽换新。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去年 passion 这个词火了，形容的是激情酷爱，而他呢用 passion 让西藏的科学热辣滚烫。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一起来连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计划首席科学家张新明。张委员您好。朋友们，新年快乐！谢谢，新年快乐。我听说观测站选择在阿里，之前是考察了100多个地方，对吗？开展原初引力波探测实验，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高海拔，水汽含量要低。目前呢，全球有3大基地正在开展这一实验，2个都在南半球。阿里地区是北半球唯一的高海拔原初引力波观测基地。
谢谢，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阿里的朋友们可以给自己的家乡鼓个掌。真的值得骄傲。以前相关研究都来自欧盟，而阿里源村引力波观测站的建成，让我们中国挺进了决赛圈。去年呢，小孩哥和小孩姐也成为了热词，说的就是小朋友能做大人做不到的事儿。我觉得说的就是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小妹妹，来给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新年快乐！我是拉萨市实验小学东城分校3年级1班的石子墨。子墨你好，过年好！子墨可了不起了，去年子墨的话，西藏少年畅想2035登上了太空，对吗？我们看到画里呢，有一位姑娘听着音乐，仰望星空。子墨告诉我，她在想什么呢？她在想，在2035年，我希望科技越来越发达，小汽车不需要加油了。而且我们还可以开着小汽车去太空，遨游宇宙，探索星球。真的太美好了，是不是？与月亮对话，与星辰牵手。那子墨也告诉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优秀的宇航员，去太空交朋友。去太空交朋友，跟外星人吗？不然呢？在地球上，我已经有好多朋友了。好酷啊，子墨！那跟外星人交了朋友之后呢？我要去火星看小机器人，邀请他们来西藏玩。那最后，我们也请子墨和张委员分别用自己的方式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好不好？祝全区的大朋友、小朋友藏历新年快乐！扎西德勒，愿朋友们的幸福如宇宙暴涨一样急速延展，开启属于自己的精彩宇宙。此刻的西藏是歌舞的海洋，是创新的土壤，科学的种子正在高原像青稞穗一样节节拔高。我们脚踏实地，向光而行，我们仰望星空，逐梦星辰。画布，蜡笔也能画出星辰的奇迹。阿爸在银河边放牧，最亮的星星旁边放着大大的太空船。是块画布，汽车行驶在彩虹的路上。别担心，妈妈，在浩瀚的星辰里，无数的梦想会变成智慧的翅膀。是块画布。
望着草原，雄鹰向往着蓝天。他们每一次的奔跑与振翅，都是对梦想的奔赴。从普通少女到蓝天骄子，是怎样的坚持和努力，让她在天际书写传奇。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国空军第一位藏族女飞行员格桑白珍，走进这段热血的故事，感受梦想的力量。林给罗萨，这是德勒，我是格桑白珍。从我的着装，大家可以猜到，我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也是中国空军第一位藏族女飞行员。第一次驾驶歼击机时，巨大的飞行载荷让我感到又新奇又亢奋。紧握驾驶杆的那一刻，我仿佛听见高原的风在耳边说：“格桑白珍，你可以。”当战机冲上云霄，俯瞰山河时，林荫壮志在这一刻沸腾起来，我热泪盈眶。祖国的这片蓝天，我守定了。云霄之上是拼出来的，壮美航迹是飞出来的，祖国山河是守出来的。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一同奋进。每个了不起的你，都是盛世山河中最美的花朵。新年快乐，这是 Delay。坐在我身边这几位远道而来的近邻，刚才也是情不自禁地跟着一起跳了起来。朋友们，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尼泊尔驻拉萨总领事，以及这位呢是他的夫人。Welcome, Mr. Nirola and Mrs. Nirola. So, how was the Xizang looks like in your eyes? Thank you for the warm welcome. It is a great honor for my spouse and for me to join the Tibetan New Year celebration here in Xizang. On behalf of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Nepal and the people of Nepal,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eetings and best wishes to you all. This vibrant festival, deeply rooted in tradition and spiritual significance, offers us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witness the rich cultural tapestry of this region. During the stay in Xizang, what was struck us most profoundly is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ancient heritage and modern progress. The region's breathtaking landscapes, snow-capped mountains, skinnier lakes, historic monasteries, and well-developed infrastructures. Thank you. And this year marks the 17th anniversary of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Nepal. So, could you send some best wishes to all of us? May the year of the snake bring prosperity, harmony, and renewed energy. Let this milestone anniversary remind us of the unshakable hordes forged for 7 decades, rooted in mutual respect, trust, and shared aspirations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 Thanks for your wishes. And I also wish you to have a good health and best of all. And could you please introduce this one for us? Okay, she is Nima, and she is doing a business since 1995 here in Xizang, Lhasa. About Madam Nima, how is your feel about the Xizang and what expectations for the future? I was here in 1995 to open a Nepali restaurant, and all the people here in Lhasa, they have supported us all the time. So I hope more people will come here and invest and give new jobs. Thank you. Thank you. And could you use a Chinese word to wish our peoples to Happy New Year? Xin Yan Hao. Xin Yan Hao to you all, Chinese friends,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大家，朋友们，邻居就是这样越走越亲。我相信中尼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必将走向新的高度，而西藏也将以更大担当、更大格局、更大气魄，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
耳边牧歌送来金色海洋，看朝霞，问他乡。远看仙女星星雪山间，天也悠扬。轻声沙哑越过细雨长廊，热照君君无旋转。千山万水写成诗篇里的远方。那些对生活的向往，流进这梦想的微光。星空下眺望去，听见南来北往。啊呀啦呼啦，任天地之间应有四方。心囊厚如山，思绪却柔软。我想也无法。我们常说幸福像花儿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扎根边疆、守卫神圣国土的格桑花。在这个张灯结彩的不夜天里，怎能少得了人口较少民族的兄弟姐妹们和我们团聚在一起呢？没错，接下来他们将用多姿的舞步为我们跳出边民富边关美的多彩画卷，用多样的风情为我们舞出边境稳边防固的山河多娇。瞧，他们带着满满的祝福盛装而来。
Solo benkenyejo benchimo namam mulu benkenyejo tachimo namam dekenyejo anadunya tayambi abapon lo koyambi kajungulu bokar benchimo yekutek升国旗，奏唱国歌。在祖国的西部边陲，有一座以海拔高度命名的哨所5592观察哨。在这荒无人烟的边境，陪伴他们的只有凛冽的寒风和无尽的冰雪，但他们从未有过一丝退缩。一家人都在做准备团圆饭。过年了，
为了让战士们在哨所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连长准备了惊喜和礼物，为他们的坚守增添了一抹亮色。我今天特地邀请了我们炊事班的班长，来准备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年夜饭。来，大家想吃什么？赶紧过来！韩国有牛肉，挺好吃的，推荐。走班做的这个牛肉吃出了妈妈味。现在你去当兵，保卫祖国，提到了江山永不变色，国家富强，社会平安。你离家千里，守卫边疆，大哥为你骄傲。大嫂祝你节日快乐，安康无恙。儿子，你是我们的骄傲，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家。儿子，我们想你了，我们在家等你回来。王老兵是今年第1年过年，然后也是家里面父母特意写的这封信啊，看一下。老公，新年快乐！老婆真的很想你，遇到老公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了。因为有老公在，老婆一切都不怕。老公，老婆很爱你，跟答应老婆说的，戒烟、运动，听到没得？老公，我爱你。老公，我等你回来。记得戒烟了吧？然后这里的话，还有一个东西，是吧？弟妹特意嘱咐我，这个小可爱一定要给他照顾好，知道吧？是。这个很感动，确实意想不到。放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没有联系我老婆发这些啊，确实很感动。谢谢大哥，也感谢各位。你一定在那儿很冷吧？我和弟弟给你买了围巾，你可别感冒了呀。爸爸，我爱你。贝贝，爸爸，贝爸，爸爸。贝贝，班长的2个儿子的一个小礼物。无惧风沙雨雪，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顽强的意志，捍卫着祖国的尊严和领土的完整。立刻向前止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立刻向前止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立刻向前止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结婚出来，俺你给你的迷茫用个唱出的，连接罗萨贝纳，苦楚谁当的，叫我男主用为真心门对味道。奉上了一杯十全河的清泉水，再献上一朵6月的风流花。
살아남기 30주년 100개 로사라 레스피레이션!在世界之巅，你在珠峰脚下，雅鲁藏布江流淌着你的期盼。阳光灿烂，日喀则我的家，走到哪里都不能把你放下。蓝天。祝大家新年快乐，罗萨夏吉勒！的牛羊在欢鸣，牧羊姑娘柔情似水，唐古拉捧起圣洁的哈达，从那湖畔传来汽笛声声，那是草原敞开的心扉，那是无人深深的音乐。朋友，尊贵的朋友，这寒冬的美酒敬给你。朋友，尊贵的朋友，这动听的旧歌唱给你。藏东民族成都，恭祝大家越来越美，充满罗萨拉，开心嘞！蓝天丽景啊，每一片阳光总是那么亲切啊，那么亲切。勤劳的人们在这里生息，千百年的风霜汇聚，更令人神往。啊，成都，熟悉的成都，啊，陌生的成都。当我默默地注视你，啊，告诉我为何你如此迷人，那就是无限爱恋。耶！迎接密码用客场训练，很给罗萨主不用为伦敦苏拉伊。是谁在放歌？放歌春天的花香，桃花盛开着爱的波浪，分你的回忆
在雪山下聊聊。林觉桃花香，林觉桃花香，开在我心房。桃花香。박수 아볼로가 이렇게 찬스를 남을에게 로사 찬스를. 神奇的西藏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它的名字叫山南，它的名字叫山南。山南藏族的摇篮，山南西藏的江南，你是我神。你吉祥如意，走进你一生平安。山南，藏族的摇篮。山南，我西藏的长南。拉萨人民祝大家耶萨知悉的嘞！初次相遇，相爱相恋相知相惜。亲爱的你，如今你在哪里？我回到拉萨找寻着你。记得我们拉萨初次相遇，相爱相恋相知相惜。布达拉宫为我们坐着，我有多么爱你。大昭寺前留下誓言，相爱此情不渝。嗓子都喊哑了，刚刚的祝福大放送真的是太热烈了，人美歌美，祝福也美，是，谢谢大家。能说到这个美，我之前用 DeepSeek 搜索了一下，我问他我们西藏的美美在何处？你猜他怎么说？这个答案你不应该早就知道吗？我就是想知道 AI 怎么说。那他怎么说的？他说啊，我们西藏的美是时空琥珀，是现代性浪潮中的凝固史诗。我天哪，这 AI 回答的也太美了吧！不愧是万物皆可算法，原来各式各样的美就是咱们西藏的大模型。是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天地至美与岁月长歌。的如也忙耶啦，主耶啦，的家那我的家啦，主耶稣呀。
朋友们，过去的一年，我区文艺舞台绽放着绚烂的光芒，灵感激荡，佳作频出。体育赛场同样是热血沸腾，体育健儿们突破自我，屡创佳绩。在今天，我区体育界和文艺界的代表也是来到了晚会的现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哈，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啊，是获得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尼玛潘多老师，欢迎您。中间这一位是第14届全国冬季运动会滑雪登山项目混合接力赛冠军扎西旦真，欢迎。旁边这一位是第12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跑马什哈达个人和团体项目1等奖获得者江永义熙，也欢迎你，欢迎3位。那过年了哈，也请3位给我们电视机前以及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拜个年。灵蛇舞新春，祥瑞扑面来。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朋友们以岁月为笔，书写出人生新的篇章。大家过年好，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前行道路上像滑雪般一路顺畅，事业登峰造极。新年好运来，愿朋友们像骏马奔腾，一路领先。谢谢3位，在这里也祝你们新年快乐，吉祥如意，谢谢。亲爱的朋友们，回首过去的一年，喜事不断，捷报频传，我区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这无疑不是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更加活力四溢、自信开放的新西藏。新岁已至，让我们携手奔赴，续写西藏文艺与体育的辉煌篇章。被没一不有，那我一不罗萨出了水，说不人把三路沙不路去，错啥别罗萨把门都，这些的主不三对呢，给了人不让心，人把的爬帮，谈到那白子，又把面不生的多呢，每个多了越把他们家谈到那经济，三路我了当被那个的，龙就没把点给用过的，让个让了就被一起，难给搞我来讲点过的，俺这你们都虚票。Desi meni tuninzu samloda mashu tu lebe Olu chedi lenchi serona Tambe lamla kadu yung du simshu chamatu Asam ze druba kakuli di kawe lela turi Kuchik dindi gandung emebe michi yung misi Ripa jinje hutana jebe kila suwa Shushokwa kibe tula Nangwang jeje drudu Yakyo nangi ningne 此时此刻，相信朋友们已经收到了很多拜年的信息，也一定有很多祝福的话想要发送给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丽希姐，您今晚有没有准备发送祝福的消息呢？我准备现在就发。今晚呢，我想借着晚会的吉祥，也有一条特别的祝福要送给面前的雪山、脚下的大地、拂面的清风。愿新的一年山峦添新绿，大地绽花香，清风寄我意。祝西藏的生态既有颜值，更具价值。其实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这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新年最好的礼物。是的，那就让我们一起守护好这份双向奔赴的美好，守护好这片云端的绿洲。怎领扬飞天际，一别年桥拉萨，最新那卡拉芒别，红旗浪日莫拉西松。破拉唐西修吧。下
雨拉伞，星星江亭亭，毛衣边拉伞，天大雪松苍茫，嘎吱别拉雨伞，听着一边念腔，俺去娘过支桥。咱里养在顶皮，一边那叫拉萨，最西那看了芒龟，老江里我那最松。乌拉藤西修吧。比米多，看懂米多了馅儿的，不用送给了年久。星星江亭亭，俺最怕雨拉伞。
春晚的精彩亮相到藏晚的闪亮登场，00后青春的面庞有着叫醒春天的声浪。从最高的梦到开学典礼上的领航，让艺术有了既接地气、更跟潮流的模样。今天，西藏大学援藏副校长郑安阳将和他的学生白马错木一起同台献艺，向我们展示西藏新生代的音量与活力，让世界聆听珠峰，用高度致敬高度。
移动爱家，让每个家庭更智慧、更温暖、更安全。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新的一年，来瓶百威，别和过去过不去了。撕开百威，去掉班味，让生活对味。虽然有对酒对己帮不是。这个新年，一起退过去，尽换新。举杯百威，尽换新。为创造焕新内生力，为百业赋能生产力，为未来重塑想象力。联通远景，产业升级的智能引擎。中国联通。我眷恋世界无际，哪里有第一缕阳光？我仰望，触目浪漫，哪里有红旗飘扬？向你走去，重生了我。闪耀的群星，是点亮的脸庞。旭日光芒道不尽芬芳呀啦嗦，一条海的纯洁了金光。同饮一江水，写满日月流长呀啦嗦，交相辉的大地星光。哈呀啦嗦，哈呀啦嗦，共为祖国山河无恙。我歌唱，太阳浮起，给雪雨带来赤子交响。我赞美英雄儿女，浴火重生新的翅膀。为你生无悔，
看日嘎布在心，我们吃了手松，却没吃日细细，龙堂拉贝高球，这着娘木卡住，来堂堂街对吧？谢谢，太精彩了！借着双鱼呈祥的美好寓意，我也送大家2条鱼。第一条是鱼跃盛世千般喜，第2条是鱼舞新春万事兴。谢谢，你们别光说好，是不是你们也得要送祝福？是。好，那这样我第一个来吧。好，今年是蛇年，我就祝大家画蛇添福。好，那我祝大家蛇年心无欢乐齐无，什么都好，什么都好。好，那我就祝大家蛇就迎新，魅力似蛇。我祝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蛇全蛇美。那我就祝大家罗萨拉扎西德喽，扎西德嘞。那我祝大家蛇行千里，
一路欢歌。好。我感觉你们都把蛇的谐音成语都用了，我该用什么办呢？这是这个招秒提高了难度哈。我们没有说祝福词里必须要有生肖，要不这样，两位用歌声作为祝福好吗？好的，接下来我们就用一组古老的歌谣为各位送上新春新年新气象与新祝福。
夜，星空下的布达拉宫身披新年的华彩，分外璀璨。今夜家里装饰一新的切马，浸染春的气息，格外耀眼。今夜，让我们为朋友圈里的每一份幸福点赞，让喜悦的弹幕铺满人生的每一帧画面。今夜，让我们捧起哈达，祝福西藏，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今夜吉祥，万年长。托起那五彩的哈达，让吉祥的祝福照耀雪山草原。今夜杯中酒儿如此香醇，幸福沉淀在玄思的悠扬一楼，金色的西藏，美丽的西藏，吉祥的西藏，幸福的西藏，雅鲁藏古的欢歌为你永恒吟唱，喜马拉雅的传奇为你萦绕天地。
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我区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我考考两位哈，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你们会怎么说呢？天哪，一句话哪够啊？这是不是太难了，朋友们？哎，这简单，3个字就够了，就是高富帅。你看，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下工业增加值，还有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9项指标增速，均位居在全国第一。2024年，我们是持续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变作了金山银山，我们是稳稳端住了生态碗，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是节节攀升，我们是稳稳吃香了旅游饭。我们不光富了口袋，还富了爱美的眼睛和赏美的心灵。朋友们，这算不算富啊？你这不是富了，已经是炫富了。那我来说说帅吧。你看，拉日高速通车，5乘3小时经济圈综合立体交通网已经建成，国道318超充绿廊投运，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是帅气十足了。好，说的是真好啊！那就让我们在2025年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大庆之年，大有作为，万里香。春到山河添锦绣，福来华夏祝荣光。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让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牢记嘱托，砥砺前行。让我们按照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和10届区党委历次全会的部署，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奋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让我们阔步走在春风里，努力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的成绩向自治区成立60周年献礼。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春到福来，锦绣高原，豪情满怀；春到福来，盛世西藏，春潮澎湃；春到福来，学育儿女，梦圆花开；春到福来，共祝愿伟大的祖国时和岁丰，繁荣昌盛。春到福来，祝西藏的明天更加美好。春到福来，祝全区各族人民所愿皆所成，多喜乐，常安宁。三三点别是毛天节，记录年度你就这样啊，去新之旅罗萨的娘子cent座，长点的永续就技术，长点的子也用米利卡给民忙他，就用给米利卡给民忙用，南罗萨边呢，乔啊南住他，顾看社长用为，这是民族学主义。亲爱的朋友们，2025藏历木蛇新年联欢晚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再一次相约下一个春天再见。罗萨